新菜市来看，行政院会通过要补助私立大专校院学生的学杂费，一档补助35000块。高中级嘛免学费哦，佮要扩大公私立大专绿色补助的方案，综合贷款等因的条件嘛放领，按说明年2月开始实施。有高中生是认为讲，既然有学费的补助，就不一定爱选公立大学，私校袂歹的科系嘛会考虑。行政院议会确定通过有限公私立学校学杂费差距甲配套措施方案，其中上受关注的都是补助私立大专院校学生学杂费，当年补助3.5万，有47.3万学生受益。另外一个是高中级学费全免，会有11.3万人受益，预计明年2月实施。他每一年负担的学杂费，其实是比公立学校学生多将近5万块钱，借由拉近学杂费的差距，能够来落实教育平权。所以有1+3的方案，总计可以照顾63.4万名的在学的学生。为了减轻学生学费负担，兼顾受教育权益，也会扩大公私立大专弱势补助方案。学贷等因部分也会进一步放宽对象甲申请次数。对于私立大学学杂费补助，学生各有看法。如果没有补助的话，我不会把私立放在选择里面。有的话或许会比较可以选那种好的私立大学。有些人他们念公立是因为家庭因素，他没办法念私立学校。对于想走职科但家里没有这么多经费可以念私立学校的人，或许对他们就比较有帮助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大清德顶日提出补助私立大专生学费政策，引起讨论。行政院随后提出高中级学费全免等3个配套方案，引起南北同齐批评大压钱。不过，赖清德表示，是因为经济成长、税收增加，要帮助少年人减轻压力，专心拼学业。也佮强调，经费外加未影响到其他的高教经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